是。奇怪的梦，奇怪的世界，奇怪的人。更奇怪的是，梦中强加了一个爱人给我，而我还义无反顾地为他牺牲了。我们从来都控制不了梦中的自己，甚至那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己。休息好了吗？是的，首都军区第3集团军技术一班中尉雷奇前来报道。只有我一个吗？是的，跟我来，上飞机再说。队长，什么情况？恐怖的任务，不要多问，我也解释不清楚。最高司令部点名要你，而且咱们部队只要你。地点呢？地点天虹市。像是来了鬼一样。现场看起来很紧急，很多人员都在调度中。人都到齐了吗？凯威，人给你带到了。来了，请坐。我说明一下情况啊，天虹市郊区东明街14号协一钢厂发生了恐怖的事情，这是监控画面，大家看一下。都看明白了吗？鬼啊！科学点，既然存在，即合常理。我们是临时组成的一个突击小队，前往该厂区捉拿目标。大家都是司令部钦点各个部队的精英兵王。自我介绍的事情，咱们路上说。我是本次任务的总队长李凯威。事不宜迟，出发！刚才说过了，我叫李凯威，少校，本次行动的负责人。来，下一个。我叫雷七，前侦察连队员，后转军工科技术尖兵，18岁当兵，到现在13年了，中尉。王福之，少尉，侦察连7年，军区3大冠军。刘震，少尉5年，特种作战连老兵。
放心，都叫我阿信，中尉，军区狙击冠军。文龙，中尉，擅长近身作战，军区马拉松冠军。文豹，中尉，我和文龙是两兄弟，亚军，马拉松军军。余卫，特勤，特勤中队。张兴彪，少尉，侦察连尖兵。好，介绍完毕。大家按自己的编号找到箱子，在2分钟之内传带完毕。什么东西？我是2号。哦，怪骨骼装甲，酷啊！给我们用的吗？哎，好家伙呀！这是沙河军事科技研发中心的试验机，名为太极鼎 1.0 外骨骼作战系统，从未对外公布过，算是我国首次使用于实战。这玩意儿怎么穿？不知道。我知道，这儿有个开关，可以打开。你这么熟悉？我是东部军工科技术尖兵，全球所有的军工技术都会在我们部门汇总。只是这套装甲理论上还在研究阶段吧，还在研发阶段就敢用？情况紧急，你们也看到了，对方不是人，可以把一辆警车轻松削断。这个现在操作很简单，只是加强了我们的运动能力，容易学。你也不能把坦克开进城吧？啊！这已经是最好的巷战重武器了。队长，你不穿？我是指挥官，这玩意儿数量有限，我就不穿了。瞎说，没有鬼。到这里集合。现在，我任命雷七中尉为一线行动队长。好，准备进入任务区。出发！太极鼎小队，出发！就在那个里头，那里头，离这里有不到200米，我们不敢再过去了，他会进攻我们，我们已经把他包围起来了，用手枪打他没得用啊！好，我明白了。你们行不行啊？小心点儿。放心，架枪，前进。上一次出现的位置就在前面，你们注意点。明白，大家注意，小心警惕，牙可能就在前方。这里破坏严重，现场很惨烈。雷西，有什么情况？前方的交枪人员应该救援了，大家注意，
超过正常生命体热量，小心靠近。鬼哭，汗毛都竖起来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小心点！鬼哭，鬼哭！别瞎闹，什么鬼哭？我不信鬼。是你第一个说鬼，你又整你不信鬼？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鸡！彪子，你个糟老头鸡，坏得很啊！好了，保持队形，我们慢慢靠近。声音就从前面那堆垃圾那边传过来的。警戒！看到没？他起来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呀？这是不是在闹鬼火呀？我们出来了！快，大家闪开！这地方啊，搞不了了！开枪！开枪！射击！赶紧！快不行了！你们在哪儿？这也太锋利了！大家丢不走！是谁？王副师，是王副师。你就是他！平息，稳住，下枪，别乱了阵脚。他娘的，这不怕死吗？火力压制，火力压制！有手操你妈！锁定，锁定！诸位，这玩意儿真能把装甲切了吗？是的，队长，防护强度不够。他打不动，装甲防不了。你敢给我停留？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击倒了，看起来好像没事。好像在找我的位置。哎，哥们儿在这儿呢！哎。他在干嘛？他要飞了，在空中盘旋！小心小心，不知道他要干嘛。不会要放大招吧？靠墙的事了，我光线能打动他，他可能在找机会。文一，是你为下队掩护。是。这个伤口，直接流到针头里。修为很机械。诸位小心！队长，这边，外头何处？去杨柳才对。搞什么好？就你会好？我去！走他！走他！太他妈吓人了！
爷的！他倒了！我弄死你！小心掉手机！还把这大媒婆子呢！打不死你，我要干掉你残皮！你去了。好大呀！好大的力量！快点，快下来！队长！队长！队长！别追了，我上追踪器，大家先检查一下伤势。第一轮交锋结束，阿福牺牲了，彪子左手断了。你干得很好，咱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怪物，咱们没有乱。我可能指挥上太冒进，犯了不少错误。所以你问候人家家人了？也不知道丫他妈是不是个孤儿。我们给他上了追踪器，你们继续保持包围圈，盯紧他。我们必须研究新的对策。小队，我去，装甲车都开来了！哎，往里边开，往里边开！需要帮忙吗？这边，这边。对了，这个我们暂时定名为罗刹1号，当然这是个代号，并不代表被定性成真正的罗刹。他大概5个小时前袭击了一个叫刘飞宇的人的家庭。刘飞宇是这个协议钢厂的普通高管，性格老实，没有什么仇人之类的，也不信鬼神，也没有对鬼神不敬。当然有个身份特殊的点，他应该是历史某刘姓皇帝的嫡系后裔。不过这都过了多少年了，估计没关系了。他整个一家都被这个罗刹1号杀死，工友报警，然后工友跟着被害，不少警察也出现了伤亡，破坏力极大。我们一直用武器把他堵在这个工厂附近，但我们其实堵不住他，他只是没有走而已。那这个钢厂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会不会建在坟上什么的？查过了，没有。你们还真查呀？你很难不查吧？钢厂本身的问题呢？厂长是谁？钢有没有问题？厂长现在在国外，查他得花点时间，但也是个普通老百姓，没什么特殊身份。至于钢本身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开始查。你经历了实战，有什么看法？目前我们95式突击步枪5.8毫米的子弹对他基本无效，被弹开。但是阿豹用井盖挡住了，而我一脚踩到了他的头，还抱了一下他的身体。身体里有一种神经结构，看起来更像钢丝结构，就不知道跟这个钢厂有没有关系。不过外壳太坚硬了，一般的警用武器对他基本伤不了。然后呢？然后这家伙智商有点问题。你就是想骂一句呗？我说的是事实情况，智商有问题，很机械，缺乏人性。当然了，他也不是人，缺乏生物性，像是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不太可能。目前世界各国的军事技术还不能研发出这种强度的机器人。对，能空中自由漂浮、转体，冲击力比汽车还大，动力在哪？关键是那哭声，这种东西目前地球总还是需要音响设备才能知道吧，但那种声音绝对不是音响发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也理解不了。
那是罗刹，当然没有生物性，死了吗？你都看着我干啥呀？别告诉我在我身后啊！啥意思呀？瞧你那胆子，怎么当的兵？我没怕，好吧？这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鬼魂，信我。我补充一点，我近距离看到了，他被12.7爆头的位置有凹痕。12.7能打出凹痕？我估计水枪切割也许可以切开它。水枪切割？对，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混入金刚砂，连最硬的钢板都能轻松切割。真要对付这家伙，我们需要改装武装，近距离使用有奇效。那为什么不做一把钨钢刀去砍？不是更像战士用的武器吗？不一样，毕竟不是砍人，是坚固的物体。你想想，你在家做菜切肉是用切还是砍？切。对，水切割只需要机械强度足够就行，但是挥砍要产生那么大的动能，我们的肉体手臂也支撑不了。明白了。那这不是个小工程啊！我马上上报情况，这个案件会被列为高度危机性事件。跑了，他跑了！盯紧，盯紧！太快了，根本打不着。导弹已锁定，是否发射？什么型号的导弹？天空卫士，麻雀。麻雀，最大射程13公里。你有算过导弹的落点没？对方是那种玩意儿，如果没射中导弹落点，进入天虹市市区怎么办？还没到战争时期，导弹不能随便对自己市区上空发射。对，密切追踪就行了。是。那就趁着现在的时间，大家休息一会儿，我跟雷奇去军械厂改造一些武器，供大家后续使用。别看我是狙击手，但是玩机械外骨骼我也能很快上手。你得跟我学。哥，这玩意儿对抗下去，会不会容易打坏啊？打坏了还能叫外骨骼？那也太开玩笑了。可我力量大呀！来，接着打。好，来，用力，用力，来。战哥，怎么样了？彪子手没了。有先人补充吗？问过了，暂时没有。这种任务这么刺激，怎么就没人来参与呢？刺激！当时阿福倒在地上，头在这边，腿在那边，绝望地看着我，是挺刺激的。怕了吗？并没有。话说回来，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就因为我们在部队表现比较突出，其他部队不能干吗？我们是临时被拉到一起组成的队伍，我不解其意。我也不解其意。哎，咱先不说这个，想想那家伙挺厉害的，要是组成军队的话，我们该怎么对付？怎么对付？用拳头对付呗，怎么对付？哟，包子，也能打呀？要不然怎么能到这儿来？来，战哥，来一场。哎，好啊，正好今天烦，想找人打架。你这么说，我就更想揍你了。穿这个打吗？当然，适应性训练。小包，战哥也是个好手。哼，谁怕谁？大家都是好手。来，动起来！哇！你是笨啊你！
就是范美。使点嘛！战哥，地板砸坏了。这啥玩意儿？驱动力量这么差！停！这机甲力气真大。山哥，你咋这么彪呢？我们第一次上阵就匆匆忙忙，东西也没玩熟悉，这个鬼魂什么玩意儿的就打得屁滚尿流，还牺牲了一名兄弟，不开心呢。那倒是，哪怕多给点适应时间。可是那鬼一刀就把咱们装甲砍断了，咱们自己打自己，打凹陷都困难，还是有差距的。而且那家伙力量也比咱们大，现在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能力。哎，队长雷西呢？哦，说是给咱们升级装备去了。这里是沙河作战装甲研究中心，你们配备的那套太极鼎1.0外骨骼装甲是我们的试验机。实验机？拿个实验机给我们去冒险？是最高司令部的命令，说事态紧急，让我们拿出能保护战士们安全的装备。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干什么。那也不能是试验机吧？这些设备虽然是我们赶工出来的，但是能保证是国内顶尖技术了。可谁能拿出来运用到实战的成品装备啊？谁能拿出来？我也不行啊！别杠，有没有下一代？苏老文，过来！来！这位是苏文文，机械技术方面绝对是天才了。基本上现在都是他在主持设计，他有一整套外骨骼装甲的方案。你好。这位是凯威少校，这位是雷七中尉。长官们好。理工科美女，介绍介绍。我是16年多被说一句保送到废话，可能就会有战士牺牲。是这样的，我们团队目前已经研究出了最新石墨烯研磨技术。石墨烯知道吧？懂？不懂。没事儿，就是碳的一种，非常薄，0.3纳米的厚度，但是机械强度是钢铁的200多倍。所以我们准备用13组石墨烯加气凝胶来做护甲内胆，钛合金面体，然后我再研制侵入式脑机接口，可以智能化操作。13组石墨烯层，上个版本用上了吗？上一套盔甲被一刀切断。什么鬼？厉鬼。放心，新的护甲，铁血战士来了也不可能轻易穿透。他一点都不惊讶，理工科女子。哦，对了，我们的武器也有问题，我们的普通枪支威力不够。到底是打什么呀？铁血战士啊！我喜欢这部电影，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喜欢研究如何打败这些怪物。下到变异蚂蚱，上到国际太空，我都喜欢研究。我提个思路，短兵作战，水切刀，夜压钳。战士大哥，你真的觉得这些可以运用到实战当中吗？得看大小。跟我来。目前我国已经有了最先进的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可以轻松切开10厘米厚的钢板。看，10厘米厚的钢板，
这就……这已经是我改良过的世界上最锋利的刀了。但是真要用这设备做把军刀的话，别说普通军人，就是项羽也没有办法扛着挥舞。这才是外骨骼作战装甲的用武之地。所以，这个思路我早有构想，能完成。至于液压器，怎样？用来干嘛？捏碎铁血战士的脑袋。帅呀，太帅了！哈哈，你还挺有激情。如果说是利用上帕斯卡工业液压技术，我们可以做一个强力液压爪，军工级别这个可以有。帅啊！我再找美术人员设计一个酷酷的造型。不，我就要你设计。为什么？因为快。敢问大哥，铁血战士是真有了？铁血战士没有，铁头脑瓜是真有了。敢问大哥，我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吗？我保证随时更新设计，随时提供最先进的设备。哎，你们不是来撬人的吧？哦不，我们只是临时组织的一个团队。好，一言为定。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太极侠，身披战甲，直入云霄，冲向宇宙。我马上开工。咱们去宇宙吗？不去。无论是5.8还是12.7，都不能击穿那个铁头脑瓜。12.7毫米的石式狙击，1000米距离可以击穿大约10毫米军制钢板，还击不穿你说那东西？但是有效果，会被打凹陷。我认为航空机炮可以试一试。航空机炮倒可以呀，30毫米机炮如果采用贫铀穿甲弹，可以穿透大约70毫米军制钢板。哎，不过这数据啊不是一个定数，它是跟距离还有具体材质有关系。那就拿30毫米的机炮。行，装哪儿？人扛。妈呀，人扛！听说过外骨骼装甲吗？不会是传说中的太极鼎吧？我还真没见过。哎，实装？这个我不能说。拿航空机炮改装一下，人扛，重量控制在40公斤以内。人扛，后坐力太大了。如果有动力装甲的话，解决了后坐力和重量的问题。那装弹量得考虑，初步构想，装弹量30发吧，到头了。这玩意儿一般装在武装直升机上，30发1秒就打完，太快了不行。这样吧，半自动2连发，配这个大型弹架。哎呀，还真有点未来战争的味儿啊！你只有6个小时。6个小时？雷切，你是要真把我往军事法庭上搁呀？7个小时。我研究研究。哎，抓紧时间啊！看不出来呀，你虽然只是中尉，但是对军事工业的调度还真是权限大呢。要不然最高司令部为什么要我来呢？哎，说真的，我还不大了解你，介绍介绍。我也说，我也是16岁保送首都军事技术学院的，你信吗？虚虚实实。我喜欢做梦，每天都会梦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这让我觉得给我开发了智力，以及让我理解了很多非常人能理解的东西。这算特异功能吗？如果一个人非常聪明，不算；如果一个人非常能狗斗，不算；如果一个人非常帅，也不算。但加在一起就算了。真有你的啊！哎，不行了，忙了一晚上。我建议我们抓紧时间睡一会儿，不知道下一步事件什么时候来呢。好。
竟然能说出这么深的话来。带来痛苦的更仅仅是腰带。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在梦里。我这句话真的是这样的吗？太神奇了！我感受到一个文明的厚重意识，信息量如此巨大，真是一鸣惊人。我得写下来。山海长空。你知道山海忌讳吗？你说什么？你知道山海忌讳吗？什么山海忌讳？他开始行动了，地球会有重大变故。我甚至不能保证，明天来找你，你还存在。你是谁？调查者。你现在说的我根本听不懂，而且，你是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军营。特权。如果你想聊什么，就好好说话。我发现你有可能是关键人物，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你。从今天开始，你时刻要留意。我。给你机会，重新说。我的权限暂时只能说这些，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一幅画，保证我不是随便说说。好，江姐，这是货是什么呀？神神秘秘的，还得你亲自去送。这可是沙河军工厂急需的材料。我听说他们好像遇到了点麻烦，事关重大，所以我干脆亲自跑一趟喽。嗨，有我江姐出马，什么问题都能手到擒来。好了，你和战哥他们守好大本营，我快去靠回。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是不是太紧张了？感觉随时都会被攻击一样。反正我觉得他不可能凭空出现吧。这边，这里是明月山指挥中心。离天虹市市区只有40公里，凯威上校申请了这里，暂时作为行动小队的活动基地。第5个小时，目标仍然在 A12 B443位置停留，完全没有动。他什么时候到这里的？我是这次任务的行动队长雷金。首长好，我是这个监控室的监控员陈欢乐。罗刹1号的行动轨迹是怎样的？从安装上监控开始，他就一直在这个位置朝着这个地方直线飞行。期间，导弹部队试射过1枚刀片导弹，但是目标太灵活，可以自由闪避。您看，这完全是反物理飞行。理解不浓。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知道导弹是什么玩意儿，以为只是一只大鸟，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是的，然后您看，大概5小时前他就落在那个地方，那里是碧天峰峰顶，地面部队上不去，直升机进去也麻烦。一直不动，会不会是移花接木？我们用卫星拍照追踪，目前来说没有迹象换了什么，还是他。那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动作？
完全没有，就这么一直趴着，像个蝙蝠。如果你描述的准确，我确信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他是一个机器人，没有接受到指令的时候可以完全不动。那第二呢？第二，打死我也不信他是真的鬼魂。好，有道理。来七，跟我来一下。感觉上是不好的消息。是的，山海机会你听过吗？什么山海机会？我不知道，我信不信得过你。我是一名普通军人，誓死守护自己的祖国。你可以不信我，但是我很简单。你这么说，我就更怀疑你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组织，号称掌握着地球的命运，所以谁又会说自己是呢？哼。所以你怀疑我是那个什么山海机会的成员？不仅仅是有点怀疑，甚至我相信你就是。好吧，那你觉得我掌握了地球哪一部分的命运？那这就得问你们自己了。你们真的很恐怖，信不信我揍你？那为什么最高司令部要找你来执行任务？总有点关联才会找到你吧？上面派谁来执行任务那是上面的事，我只负责执行，有什么问题吗？你敢对天发誓？对天发誓有什么用？我对天发誓，我对地发誓，你说的那个什么山海机会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可长空他找到了你。所以，至少你欺骗了我。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在那神神鬼鬼，说了一堆奇怪的话。他还找到了我。自从接手这个案件后，你、我，皆卷入了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任务。有这么严重吗？我刚刚接到了最高司令部下达的任务。专门为此次鬼魂事件成立微案一组，事件会一步一步扩大升级，直到我们驾驭不了，会有更高的人出面。目前由我出任总指挥，司令部点名要求你来担任执行队长。很多年前，司令部就在沙河军工厂研究太极鼎项目，而且特别强调要调查山海机会。一组高度危机案件第一调查组。哎，你们在这儿啊？新的装备到了。我是不是打扰你俩谈话了？但至少你带来的是好消息。走，看装备去。走。对吧？哦，是的。好。哦，太好了，队长来了。我带着工厂里100多个兄弟，连续干了15小时，现在10套新的太极鼎1型外骨骼动力装甲公测版完成了。我们只有6个人，怎么会有10套？我自己不也得有一套吗？我申请通过了呀，其他的嘛，就备着。我可没同意你穿这个上前线，要是受伤了怎么办？我也没说我要穿着上前线，我是要穿着它工作的。你看，战场军医太极鼎。来，你看，看后面，各种换修零件，我就是移动修理装甲。哇塞，天龙特工队啊！让我想一个最合适的词汇来夸奖你。天，队长，
你多说一句废话，就多一分危险哦。天，来吧，我们都试试。这边，这个是队长机，叫太极鼎虎贲。那个小旗子是干嘛？队长，不必告诉敌人打这里。哦，也对。那么，队长机的电脑系统是最快的。队长机的头盔，这里有一个显示屏面罩。除装甲以外，这批头盔是安装了脑机接口的头盔。你看，这9个贴片完全吻合你的头部后，就能读取你的信息。你要不要试试？好了，现在的脑机接口肯定是不能想什么有什么的了。只能通过你大脑的一些微弱的脑电波来判断你选择了哪个项目。你看，中间有一个指针，你使劲想这个指针指到什么选项上，指针就会移动到什么选项。试试。哇，这就用掉1%的电了。对啊，我们世界的电池水平是有限的，而且你又没有助力，它是自动跳的。好吧，我自己研究研究，你们介绍别的。果然，一个合格的战队里总有一个大胖子。哎，我不是大胖子，我是高大强。没错，高大强就是你了。这台叫太极鼎背围，你看，液压大钳子。因为后背时液压机太重了，所以负责穿戴这一套的人也必须得有更强的负重能力。我看你行。我负责背这么个玩意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哎，水切刀，这套叫太极鼎仙灯。你行吗你？作为男人，没什么不行。那你来这套合适，仙灯。这把水切刀叫水冰硕，我取的名儿。你太极鼎玄甲。我是狙击手，我来。你太矮，人小能量大。我呢？我就知道有美女。这个太极鼎狐鹰。总的来说都是制式作战装甲，只是根据雷奇队长的需求额外加装了几个装备。我觉得女战士还是要有优美的腰线设计，机甲配美女，猛男身相许。理工科的机甲。最后谁是狙击手啊？太极鼎击叉，当当当当。哎，这击叉有什么特点吗？扛枪更稳啊。扛枪？那枪呢？对啊，哎，枪呢？我们不生产枪喽。不会忘记，枪在别的地方生产。这会儿估计也快到了。有等了啊！敢将2式，30毫米改装机炮，过瘾吧？哇！我还以为只是打打铁血战士的，你们这是要干扎古啊！11式狙击榴弹发射器，魔改，35毫米口径，冷焰狙，能不能？3式狙击手。老婆，我们结婚吧！哇，这玩意儿得俩人抬，行不行你？太极鼎扛这么个玩意儿有什么不行的？虽然我明白这些确实是为前线战士准备的，我只是在指挥厅工作，但是我也很眼红啊。嘿，哎，虽然我知道不该问的不问，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你
们这装备在实际战场的使用情形是很小，说不定会被一台武直吊打。哎，你们用来干嘛呢？武直吊打就算了吧，我能自由运动，规避导弹。普通的航空机炮也射不穿我的盔甲。打穿打不穿不知道，但人在里面会真上吗？这个你放心，我是专家。减震这块你都想到了，我能想不到？哦，哎，但你这没有武直机动，也不如武直火力猛，哎，甚至不如一辆普通坦克呢。就人家那主炮威力，这没法提呀。反正最开始我接到研究这个的命令，就不是用在常规战场的。哦，难怪。我是不是说多了？虽然丁强是自己人，但是你确实说多了。队长，赶紧到监控室，有情况。队长，追踪到一个信号。能翻译吗？居然是2进制代码。这罗刹也用2进制？有2进制说明可能有电子元件，显然罗刹是物质构成的，那么有2进制的信息就非常可疑。有没有可能是人传给他的？这个不一定。如果是人传的，那2进制就太简单了，有点不把我们军事破译技术当人的样子。看，图形构成，看起来像个太极八卦图，它在一下一下抽搐时转动。哇，这就玄幻了，有个太极图哎！这不开玩笑呢吗？不过这个图是动态的，它指向了另一个信息。我再试试。不会真有什么修仙修鬼的东西吧？这我不太愿意接受啊。不要一看到太极图就想到修仙修道，修仙修道是对太极图最大的误解。啊，也是，只能说他懂我们的文化。我想想，有了。哇，这么快！周易太极图传说是3皇之伏羲所创，周文王进行了编译，最后孔子做了注，命名为太极。伏羲时代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传递信息。因为太极讲究阴阳，阴阳就是0合1，这也是一种典型的2进制概念。所以这个信息破译出来就是指向一个，文字鸡。双重2进制的密码。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解码就是如此了。鸡，就确定是一个鸡字。对，就是鸡字。那查一下这个鸡的主要意思。好。主要指美女、歌女、妃子，当然还有一个姓氏。姓氏。之前罗刹1号在天虹市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一个刘姓家族，查了那个家族历史，发现他们是东汉某皇帝的嫡系后裔。那这个姬如果是姓的话，姬字为姓，那最出名的就是西周的天子。会不会这个罗刹1号是个杀手，接受了刺杀姬姓人士的任务啊？那也有可能主要杀美女啊。别瞎说，那我就太危险了。之前的刘姓是一个中年大叔。联系起来，如果之前的一位受害者是皇室后裔的话，那这次可能姬姓也是皇室后裔。但是姬姓人这么多，知道谁是皇室后裔？等会儿，姬姓是我们华夏姓氏的百姓之祖啊，这怕不是要灭我们族呢？不，只要周天子血脉的姬姓后裔还在，那指向就很明确了。查。喂，领导，有一个叫魏安一组的发来查询请求，要查姬姓里有没有曾经周天子的后裔。这个我记得就姬姓而言，有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我先去请示一下，你等等。啊，好的好的，领导请放心。好了，上面给密一开绿灯，可以查，不过有不少呢。啊，您说。查到了，有30多家都是周天子后裔的。目标动了，朝哪个方向移动？看明白了，注意，这个方向有2个姬姓，一个远在西伯利亚北，以这种飞行速度需要30多个小时。
但是还有一个在洛宁县的西坝村，这速度的话，可能2个小时。洛宁是洛阳市的一个县城，周朝曾经定都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而这个叫姬兰溪的女子就住在这儿，唯一一户姬姓人，看起来似乎有某种关系。那我们怎么笃定就一定是去西坝村？其实我们不能保证他一定去西坝村，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话，他就一定会在这条航道上。我们可以调派当地的部队布防，如果他提前停止了，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行动；如果他只是经过，我们可以进行拦截。万一他就是到那里，那就是恶战。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只有2个小时，你现在赶紧带着队伍出发吧。那架呼啸5就是最新最快的运输机，不过不能垂直降落。你们要运输的装备只能空投。大概多久能到？大概需要20到25分钟左右。OK， 没问题。刘战，通知当地部队布防。然后，装备里某些设备比较精密，文文建议不要空投。通知当地部队，运输直升机接应，我们空中交接。调领单位为案1组。好。石头剪刀布。哎，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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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飞机！队长，目标目前的路线的确是直线接近西坝村，还有1小时抵达。高度降低，保持速度空。我这边巡航速度能在300公里每小时停留不超过1分钟，请速度完成交接。300公里没问题，全速推进。前面的巨响打破沉默，震撼了黑夜。沉寂的暗香变成彷徨，腐蚀内心的世界。我辗转待发，遮盖胆怯，也磨砺了双眼。和危险，和危险，去兑现久违的热血，解除冷却，莫名的鲁莽，力压情念，冲开了阴霾，冲破钢铁，冲过封锁线。Don't be nervous, take a deep breath, hold on and carry it. The future's not far away. I want it up to me. 最强敌人是自己，要怎样战胜我的心？绝对不害怕。别伸脚。就坐下我们。搜索周围森林，带上危险。错拍的脉搏，不安跳动，模糊了时间。清晰的诺言，不停催促，坚定最初的信念。我穿越山海，与你会面，就和你并肩。你好，中尉，我是少校李明，接到过来布置防线的任务。你好，我是雷七，人在吗？在，确有其人，但是我们怕打草惊蛇，没有去接近他。跟我来。你们在原地待命。是。就是他，长得可美了。村里有谣言说他是什么妖精，可以通鬼神，挺邪乎的。队长，还有30分钟，目标就接近了。好。
还有30分钟，那个被我们追踪的罗刹1号就要入侵这里了，做好疏散准备吧。是。哎，真的是鬼魂吗？如果真是，我就把它吃了。可就算你把它吃了，也没什么用啊。顺便把那架直升机也吃了。那这不是损害国家军用设施吗？你哪儿那么多话？等还有5分钟的时候穿戴装备。现在的电池设备支撑不了我们高强度作战超过30分钟，穿戴要迅速，不要浪费时间。我先去跟这位女士接触，苏文文，抓紧时间去打听一下这位女士的情况。是，这就是实战任务吗？真酷啊！他是个狐狸精。你好，是季兰心女士。你好，你们是？你可以不回答我。但是我知道，应该是有什么东西要来杀我了。你知道？知道。罗刹1号像个披头散发的白衣鬼魂状玩意儿，非常厉害，一般武器伤不了他。我们给他装了追踪器，他现在正朝着一个跟鸡有关的目标前进，大概25分钟左右到这儿。我们还在想，他的真实目标是不是你？我从小就被威胁过，我指的不是人类的威胁。我的宿命到处躲藏。有意思，确定是你？我也希望不是我。那你们的战斗力对付得了吗？庆幸，55开吧。那也算是好事了。我还有机会。什么？你的意思是，这把剑能斩妖除魔？不，这是镇宅用的。如果真的是鬼魂的话，那说不定有点用呢。如果真是鬼魂，我把这把剑一起吃了。你是没吃饭是吧？那我给你做。不是这个意思。雷西队长，目标的行进速度忽然加快了数倍，预计不到5分钟就会到达这里。赶紧穿戴装备。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没人给我报告情况，但我听到了山里的枪声，应该是埋伏的当地部队被什么东西交火了。那你指挥好前线的行动，我在指挥室密切关注。是。前方山里发现大量的不知来历的武装部队，那些部队穿着像人体骷髅一样的外壳，速度很快，攻击了我们。我们要参加吗？不，留在这里待命。我们被什么东西有预谋的入侵了。哇，这是什么神鬼莫测的装备啊！回去，这里危险，来不及疏散的先躲进屋里。快走！快点！快！快！
喂，什么情况？前方山区什么情况？查一下，注意！刚刚发生了激战，目标不是活人。阵地稳住了，一大群骷髅拿着刀冲向我们。你确定是骷髅？确定是骷髅，骨头完全属于钙化物，陈年骷髅。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我只能判断是骷髅，因为我们没有精确的检测设备。有画面吗？有。这边还有，开枪！有没有人员伤亡？参战受伤了，太突然了。喂，各位都清醒了？刚刚怎么了？好像清醒了。阎罗殿啊，这玩意儿，幻觉。哎，你怎么样？我的桃木铜剑呢？我戳死他！雷奇队长，目标快出现了！快，铜剑！来了！留着，立即向吉兰西家靠拢。收到。没错，他果然就是要攻击这里。阿信，能不能打中？不行，我动不了了，他们非让我几兵发两火，给我！太灵活了！目标冲着阿信去了。有效果了，还是怎样？打中3刀！开火了！手持机炮能打出效果。刚刚是余威用盾牌挡了一下吗？对，现在余威受伤了。他的手刀很锋利，看不出来吗？你别出来引诱他，太危险，跟我进来。撑住，余威！我来了。金甲骨脱臼了，我来救。还是很危险，我得保护这女子。能藏在哪儿呢？别紧张，雷西，你不信她是鬼魂的，她就是一个机器人。你说的强度就在那儿，她就是一个机器人，强度就在那儿。对，冷静。各位冷静，沉着应战。直升机，射击目标。收到，机炮准备。有效果了，他吃这套，他变形了，继续射击。还要跑！小心，这家伙跑！他在水里干嘛？飞出来了！完蛋，这家伙自我恢复了。我去你生脚瓜皮啊！摆个这种 pose， 他不是觉得自己挺帅啊？先保持距离。攻了有功了，这冲势很灵活。第一枪弹药后进，准备换导弹。
发射2枚飞弹。自动闪避，先进！准备2次点火，2次点火，点火成功！抬！他为什么不攻击直升机啊？他要杀的是你。来了！打中了！呀！插死他！急急如律令！危险！回来！激光弹片会伤到你！回来！我爷爷说过有用的。回来！快回来！给我嚣张！命了！基兰西还在下面，看着呢，懂？我去！行了，姐妹，接上了啊！别拿机器接，你不知道疼啊！快快快，他在那儿！第2枪弹药耗尽，准备返航。可以靠近吗？他呆了。大北！别开出啊！生物识别漏洞。生物识别漏洞是啥？我们人类识别生物是靠同理心 ，AI 识别是靠图形数据。不完全如此，它甄别不了人和猪。人工智能。龙哥，火力压制！用开枪！下落呀！漂亮，老罗，削他！我去，没用！娘娘，要钱多少？我想调到500标码，行不行？漂亮！这么高，我也来，提升压力。往边蹲吧。哥们儿，想不到吧？咱们也不省油，有种你爬起来！你今天要爬不起来，你就别说自己是厉鬼。他要是爬起来，我就是厉鬼。哼！凯威，凯威，目标粉碎了，漂亮！就是给人家屋拆了一半。漂亮！余威怎么样了？骨头移接好了，需要休养治疗。他帮我扛了一招。搜集罗刹尸体，带回研究。部队继续警戒，
战斗不一定结束了。好嘞，一会儿我烧饭给你们几个吃啊。但是你们那边那么多军人，我就没办法了，家里穷。我不是来蹭饭的。你们打得挺乱。可不，罗刹没见过。但是你们还是赢了。可你不觉得有很多疑点吗？比如，山里的骷髅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你？你是周天子后裔，跟这有关系吗？还有，山海忌讳又是什么鬼？我准备切开他的大脑部分，梦琪，你切那边的心脏。嗯，好的。哦，我明白了。难道你一直一个人住在那儿？是啊，快18年了。那你多大了？24。也就是说，你6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住。是啊。但你活得很精彩。是哪个点精彩？你的气质、素养，包括你的一些学识。你怎么知道我有学识的？你读书吗？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养你自己？是啊，都是我一个人养我自己。你的家庭不简单呀。是不简单，我有时候都觉得不理解。他们从小就离开了我，只告诉我要像王族一样活着。我以为王族就是那种宫廷御宴、歌舞升平，但是18年来，所谓王室，就是和天下共甘苦，和社稷同悲喜。这个说法有意思。雷七，还有多久能到？罗刹1号听证会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了。快了。听证会？是的，这是一次高度危机性事件，我们遇到了5000年来第一个不可理解的敌人。可你不是说是机器人？但超过了我们科技的理解。这种听证会，应该也会有山海忌讳的人参加的吧？果然你还是知道这么个东西。我当然知道，他们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好，一会儿听证会，我希望你能多讲一讲。对不起，你们必须接受安检。好。手机不能带，一会儿去里面存一下。嗯，好。请进。没事，都是正常流程。哎，可能还需要验血。验血？为什么？情况特殊，确认一些问题。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吗？哼，没什么，长得挺特别的。好了，进去吧。走。你好，您就是姬女士吧？对，我是。请坐，这里写有你名字的就是你的座位。谢谢。好了，该到的都到了，我们本次听证会正式进入主题。事件的始末，我这里有详细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4月13号的下午5点12分左右，协一钢管厂有一名刘姓高管和他一家人遭到了不明物体杀害。报案的工友惊慌失措地说是鬼，警察接到报警赶到现场，但是当时没有人相信是真正的鬼魂，所以到现场的警队只是常规刑警小队。后来刑警小队被袭击，上报给特警队，特警队出任务后发现目标，我们定名为罗刹1号，同时发现罗刹1号并不是特警队能对付得了的。然后案件上报给了军区司令部，司令部大概做了30分钟的研究分析，决定派遣我李凯威为本次案件的总指挥官，并从军区各个特种部队调遣精英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其中坐在那边的那位雷七是司令部指名特派的人员之一，而当时司令部也对沙河作战装甲研究中心下达了将最新研究的太极鼎外骨骼作战系统用于本次实战任务的命令。于是我们组织了队伍，于4月14号凌晨与罗刹1号进行了第一轮交锋。之后我们花了大概12个小时升级了装备，并且发现罗刹1号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位刚进来的女士姬兰溪。我们在姬兰溪所在的村庄洛宁西坝村再次与罗刹1号展开激战，并且成功将其摧毁。随后罗刹1号的躯体被运往舟山实验室进行研究。这就是本次事件的大致始末。我写了大概3万字的详细描述，我会备份给各位。那罗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罗刹尸体在我们实验室做研究，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果，得到以下4条结论：一，它的外壳非常有趣，原理很简单，类似裂纹拓展原理，也就是罗伯特之泪。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金刚石的黄白色碳化物，但这种碳化物会融进去钨钢钴瓦，就像冰块里面放进去棉花，强度就增大很多倍一样。这种裂纹扩展碳化物混入钨钢钴瓦，强度坚不可摧。2，能源，它的能源跟我们现在的能源有很大的区别。它体内有一种混合色，我们称之为重色。重色遇到氧气就会发生剧烈的氧化作用，并且发出红紫色的光，可以瞬间将温度升至1500摄氏度。色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而这种重色的比重量相当高，1克重色就可以瞬间将50公斤的物体推到数百米高空。3，因为以上2个原因，根据之前的报告描述，一旦它的外壳被摧毁，那么它可以大量释放重色，让整个身体急剧升温到1500摄氏度。碳化物外壳重新融化，然后冲入水中，又重新冷凝，形成新的鲁伯特之类，所以外壳重新修复，继续保持着硬度。4，它的大脑确实是一个智能 AI 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的 CPU 水平并不高，相当于咱们40年前的水平。总结说下来，的确是科技产品，只不过跟我们现在主流的科技方向有区别。是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很多原理看起来难以理解，它一定不是在地球的科技环境产生的，机理上有质的区别。哎，对了，重色这种金属在地球上有吗？单纯的色元素地球上是有的，重色目前没有。我知道哪里有重色，在座的会不会有山海基会的成员，以及如果有，你是哪一代的？真是匪夷所思。
众所周知，这罗刹就是他们派来杀我的，而行动失败了，那在座的必然还有他们的成员，所以我不知道该信任谁。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如果有什么组织威胁你的话，请你放心，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守护者。作为国防部的特派员，赵秉龙首长，您不可能不知道山海际会。把监控先关了。监控已经关闭了，这里现在可以保证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秘密的空间。好了，这才是会议的核心。我和罗密中将肯定是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是山海际会的成员，因为我调查过雷七，还有凯威，这两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所以这两位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会很多。没错，这次的会议，我们不仅仅只是要研究这个罗刹1号，我们正面临威胁。不只是我们，我说的是全世界，所有人类。而威胁就来自于1个月前，我们都收到一条消息，他们希望我们放弃对人类文明的领导，并将未来交给他们。落款：山海际会。他们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身份是隐藏的，甚至我最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他们有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不是我们这种人类。比如那种 AI 生命，不排除那种可能。高层解密，24年前一场太空接触事件，10名宇航员在与一个神秘三角体接触的时候被袭击遇难。他们也发出了山海际会的信息，我们开始相信，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入侵。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是谁，在哪儿。10天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内查有查出一个山海际会的成员，是财政部的李美仪。他和我们正常人不同，他细胞内的端粒体缩短速度比正常人类要慢70%。哦，端粒体，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了具体的研究，保护人体 DNA 复制的一种细胞结构。如果 DNA 每复制一次，端粒体就会损耗缩短。一旦端粒体损耗殆尽，那就无法再复制了，那细胞分裂就不会再继续，我们就会死亡。就是说，它比我们正常人类要长寿。对，之前也是我负责研究的。他当时的寿命应该在395岁左右，而当时他的体质特征相当于40岁。是的，他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世界。咱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了严格的安检程序，至少保证了我们都是正常人，唯独基兰西本人，血检查出你的端粒体就有异常。反正现在问题是出现了，他们要杀你，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而在座的各位，不排除有他们的人在监视我们。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山海际会。作为一线任务人员，我一直在疑惑，什么是山海际会？为什么我们要临时编出一支作战小队来？我们没有合适的特战队吗？我只能说，这是冥冥中的安排。虽然说起来不够严谨，但有些事情就是难以解释。自从我们首次收到山海际会的信息之后，24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追踪了数百起记录在案的神秘事件。根据案件资料显示，参与者都不是人，但大部分受牵连者都身居要职，就好像
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落款皆山海际会。这是一次特殊的、高度危机的事件，恐怕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之外。是的，前面也说了，他们向各个政府发出了警告，他们要接管人类未来。这话说出来可大可小，我们不得不防。何况现在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还不能够理解的科技，就是这样。那么，兰溪女士，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山海际会主场不在地球，他们遍布整个太阳系。我是听我爷爷说的，而我爷爷是山海际会的成员，而且还是主要成员。你爷爷是？我也不大了解他，从小就离开了我，包括我的父母，把我丢弃在山村里，后来就从未见过。期间会有自称山海际会的人来找我，跟我交流，告诉我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他们发生了矛盾，整体决策有大的变化，但凡和我爷爷同代成员都要被清理掉。但实际上，他们恐怕准备清理掉的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类。什么？这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届人类，上下7000年，70亿人口，这一届。简直就是危言耸听。这个只是姬兰溪女士的一面之词，我们听听就好。关键的是，我们要让自己手头的工作有进展。对，我们该查的查。好，我之前提出来，这里有山海际会的其他成员。他是谁？他们已经强大到任何会议都能渗透了。我们进来的时候安检，检查了我们所有人，都属于本代人类 DNA。其实我也是，也就是说，至少咱们都是当代人，活在当下。如果真有这个人，我希望站出来，我们一起统一战线。那如果是山海际会成员，不应该也和你一样端粒体异常吗？端粒体异常是血统问题，但是为他们工作的可不是。我不相信一个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人，在此次会议的压力下能有多好的演技。之前在座说过话的人有赵秉龙首长、罗密长官、雷七队长、凯威少校，还有张大腾教授。没说过的有李明少校、记录员王芳女士、朱瑞警官、太空研究专家马荣兴、物理学家何作强。我不保证我说的是对的，但这些人我都接触过。李明少校在西坝村共同对付罗刹，我没看出表演破绽。王贵东警官没看出表演破绽。那么，马荣兴、朱瑞朱警官、王芳女士、何作强教授，你们呢？案件发生在我们市，我有出席听证的必要。我必须记录所有的这些信息，向上汇报。我是负责追踪之前罗密首长说到的太空灰战案件的研究员。不是提名让我来的吗？需要我研究相关的物理细节。我已经和大藤教授详细研究过了，大藤教授刚才也做了汇报。朱瑞警官未见异常，不会是山海际会成员。马荣兴教授追踪的太空案件我略有耳闻。物理学教授何作强发表过很多论文。唯独王芳女士，您准备向谁汇报？对，您向谁汇报？这个我无可奉告。你可别装了，你颜色都变了。我以为我才是特派员。他们是不是承诺这次任务完成，你的家族血脉可以延续到下一代？你觉得这些重要吗？这可是背叛整个人类。你还是在担心？我提议，先将王芳女士军事隔离。相信我，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们根本不懂那种力量。哪种力量？科学吗？
未来几个月会有大事发生，我们都会死。好，会议到这里非常压抑，我希望赵炳龙首长能采取一些行动，还有，要保护我的安全，未来几个月很关键。罗密，让太极鼎部队来保护他如何？没问题。你看，这位季兰西女士就先交给你。好，没问题。好，休会。哎，雷七，你不喜欢仰望星空吗？这也没星空啊。看着浩瀚星空，总会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有时候会想，这就是一个走不出来的哲学问题。其实可以走出来，至少可以走得更远。哦，我的问题都有答案。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当然有答案，但是难道你每天晚上都会看星星吗？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每天都会。我不管这叫看星星，我只是在看他们。再说下去你就不懂了，所以算了吧。你可以教我。你又不是我信任的人。也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很脆弱的。所以也不怪他们对我们这代人类失望吧。切，又是这种狗屁观点，搞笑呢。伤，就是如此。伤？对，熵增原理。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熵不减少，只会增加或不变，让世界永远不会变得有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拥有着拉尼亚凯亚意志。啊？女士，您这一会儿山海际会，一会儿看星空瞭望他们，一会儿又熵增定律，神神叨叨的。知道的你是个特别的女孩，不知道的以为你精神病呢。10多年培养出来的孤僻、自我的性格，怎么样？受得了吗？您这也不孤僻啊！刚才在会议室差点成风云人物了。那是因为我家庭背景大嘛。赵炳龙虽然是国防部特派官员，可还没我小时候见过的阿姨那么神威呢。你阿姨是谁啊？王母娘娘，信吗？好，那确实，天雷滚滚，神威无敌。其实我也只见过一次，说不定还是在梦中见的。哎，那你之前说的拉尼亚凯亚意志又是什么？你连王母娘娘都不信，那这个就更玄乎了，可能连当前科学都解释不了了吧？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神秘的人，比那个罗刹还神秘。那可不。你这么看我，我很尴尬。你不够了解我，我们做不成朋友。朋友？你确定咱们要做朋友？你不想拥有这样的朋友？
要是被他们发现，人类就完了。现在该怎么办？原来是梦。你真美，能做我女朋友吗？我们一起共度余生。可以啊，我们在一起吧。太好了。有啊，你才醒啊？怎么了你？别管我，我是不是在做梦？做个屁呀，还在做梦呢。问了也白问。你这串片了，转陀螺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我的天哪！哎，那季兰心呢？你看着她没有？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一直跟她在一起吗？有意思。我们在天台上看星空，然后聊着聊着，她就用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然后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哦，我还梦到她成为了我的女人。不是吧你？把那事描述的那么精髓，现在来问我人去哪儿了？什么那事儿？我说的有情况而已。哎，有情况？什么情况？哎呀，还没反应过来吗？他用眼睛看着我，我就昏迷了啊！他人呢？你找找，他没有通行证，离开不了这基地。出事了，准备行动！真的假的？我打算以后啊，有机会再回军校，再深造2年。你得了吧，你少听他吹啊！这个想法还不错，我支持你。他呀，从小就是个学渣，我揍你啊！你来啊！嗨，你好，队长，醒了？我不得不把你关起来。为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说呢？你看看，你们队长向我表白不成功，就要把我关起来。你说什么？他是谁？你在说什么？他是谁啊？你拉着他的手，躲进了地心。下手说得好，队长，有情况啊，队长。闭嘴！季兰心，他不是人类，控制他！啊！不要开不起玩笑吧！非常时期不要开非常玩笑，带走。我太害怕了，我觉得生命简直渺小，而且我害怕失去一切。你问我信不信？我不能不信。雷队长，怎么了？啊，我觉得把兰溪带过来可能会对案件有帮助。你坐那儿吧。啊，不用，我站着，听听他怎么说。负责赐予我下一代生命的是刑天。刑天？代号？不是，就是我们神话中的那个刑天。
跟古代神话中的一样，眼睛长在胸上，嘴巴长在肚脐上。我亲眼所见，不得不信。至于其他的，我真的不能再说了。王芳女士，你以为你少说几句就可以被那边免责了吗？哎，你怎么上来问话了？你们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我帮帮你们。我也是受害者，而且我只是边缘人物。我并不想出卖我们人类自己，但是我别无选择，他们会找到我。好了，你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刑天？全球的军事卫星都拍摄不到的地方。什么？哪里？说清楚。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是被绑着去的。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是不是地球上？应该是，但我不确定。有人来带我，我不认识。我是醒来后到的，再醒来后就在家里躺着了。中间过了好几天。什么时候？去年5月份。快，查查王芳去年的行程。是。喂。确定没有是吧？好的，好，明白了。首长，王芳在去年5月14号到19号之间，没有任何航班、高铁记录，他的车一直停在车库。你是不是被人催眠了？好，如果我是被人催眠了，给我编了一套这样的谎言，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罗刹1号又怎么解释？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什么科技能让我辨别不出真实与催眠的作用？并且在那个地方，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清楚记得所有的一切。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在我们国家无法无天？一定要救出来！救这些人没用，一定要找到刑天。就算是我，最多也就传传话。我不了解大计划，也不了解整个来龙去脉。我只知道，我的祖先也是当过皇帝的山海机会成员，还搞过失败的改革。只不过我不想说名字，我有这些血脉，所以我不可避免的会卷入其中。那就是说，找到那个所谓的全球军事卫星都拍不到的地方就行了呗？对，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喂，我是国防部赵炳龙，麻烦帮我接一下卫星图谱室。你好，图谱室吗？咱们的卫星对地球的拍摄有哪个地方是拍摄不到的？多大的范围？你就说有没有？有多少个？什么？1万多个地区都拍摄不到？是怎么个拍摄不到？因为地形常年云尘覆盖，电磁干扰。还有呢？好吧，行，我明白了，谢谢。要不，我去一趟卫星图谱室吧。接近目标岛屿，岛屿上空云层很厚，继续靠近，有电磁干扰，信号变弱，恐怕无法完成任务。好的，保持1.3海里距离，高限度的拍摄画面。好的，拍摄完成了吗？看到什么了？清晰，下面有生物，失控。哎，兰溪不是被你控制了吗？是啊，现在就是控制状态。来，欢乐，
盒子留着，这边。来，咱们继续啊，继续。你们先玩。这边。怎么了，雷队？来，咱们坐一圈，讨论讨论。来，兰溪，坐我这儿。我来一个。坐近点。准啊！哎，这是什么？哦，再做一个通讯系统。啊，如果说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刑天，你们会怎么想？刑天是神话中的刑天，那可老激烈了。也不一定啊，但是有线索说，地球上是有刑天的，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手机查一查不就知道了？查。神话中的刑天是被皇帝砍了头，然后才成为了刑天。哎，有说法，什么黄帝、炎帝，我们祖先称之为上古神，但是其实都是外星人。这可是地摊文学重灾区啊！我们历史上有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史前资料销毁，焚书坑儒啊。之后少有关于夏商周以及更前的历史资料，而实际上，那个时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被你说出来就有那么点味道。对了，你叫姬兰溪。是的。姬姓，周天子后裔。我只能说可能，我父亲这么说过。至于我爷爷，我压根就没见过，只听说过。但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传家宝啊、族谱啊留给我。那你是用什么方法让我昏过去的？还有，你是怎么看到我梦里的？啊？还能看到人梦里？真的假的？奇怪的东西吧？那多尴尬呀！我操！说来听听，说来听听啊！你觉得这算特异功能吗？能用现代物理学解释吗？我不知道，但是用我的眼睛精神催眠并不是难事。我自认为我没那么容易被催眠。但你没见过这么特别的眼睛，你无法自拔。我从小与众不同，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鬼魂说又来了。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就不要和我聊这个了。我们聊聊猪脚饭吧。猪脚饭好吃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1周点2次呢。好，我信。啊，不聊猪脚饭了。从小，父亲告诉我，我是周天子的后裔，而我与生俱来的能力，能看到人的大脑释放出来的一些脑电波。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我看到的世界色彩和你们不一样，我比你们能多看见一些东西。比如王芳女士，当时我一炸她，她马上醒光起来，整个人发出的颜色就变了。哦。我曾经见过一些医生，他们给了我一些诊断。一般人类能看到的可见光波长在380纳米到740纳米，我不一样，比正常人类幅度要大很多。比如，其实你现在穿着衣服，我却能看到你内裤是黑色的，牌子斑马王。啊！哎呦，队长，他说对了。什么对不对？黑色，那黑色多了去了。还斑马王？那倒是。哇，有钱啊！哎，你不怕呀？我不怕啊。兰溪姐是个女的呀。就是。我只是想说，我能看到红外线，高于绝对0度的物质都会产生红外线，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看到的世界都是红色，只是在3原色和红外色混合之后，应该和你们不大一样。比如我说你脸上长了2个眼睛，没错吧？谁都长了2个眼睛吧？是啊，从小就被教育人有2个眼睛，所以我看到后的认知也就是2个眼睛。再看，你额头上这是什么？就是个小伤疤。那你见过鬼吗？你一个搞科研的，还相信这些呢？哎呀，我就是好奇嘛。我有见过和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它是不是鬼我不知道，而且跟咱们通常描述的鬼也不一样。那梦呢？我只要盯着你的眼睛看，通过你的瞳孔，我就能看到你大脑里微弱的能量，但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画面影像，好像是一种感受。你说的这些有医学证明吗？当然有。在哪儿？你要早说你查户口，我出门就带上了。现在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兰溪姐腿好长啊，这要是穿超短裙，
那得多好看啊！读书的时候穿过，一些男孩子总是找我麻烦。其实我分辨不出走光不走光，从小我都以为人不都是坦荡面对面的吗？10多岁后我才知道，原来人们以为穿着衣服就可以遮挡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你都这样了，晚上咱们可以睡一起吧？队长，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人不能再消失在我的视野内，否则整个地球都会丧失安全感。可你总是要上战场，那你也得一起上。我，文文，能给他也设计一套太极顶装甲吗？只要防御能力能保护自己就行，千万不要给攻击能力免生事端。从今往后，直到事情水落石出之前，他都必须跟我在一起。那上级领导那里，我会书面向上级申请的。好嘞，来站起来，我测量一下你的3围。哎呀，嚯！我就没见过正常人类不开美也有这种比例的身材。你是进化了还是被设计的呀？不用怀疑，我是太极岭部队队长，在这个地球上，我身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雷七，我是雷七。有情况，我在卫星图谱室发现了一些线索，你过来一趟。好，但是我权限有限，只能你一个人来。我要去一趟卫星图谱室。文文，你先去工作。好嘞。完了，要不你带兰溪去弄一套换洗衣物吧？没问题。现在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要是按照您所说的，有可能是个突破口。对，首长凯威，我来了。好，你好。有趣啊，非常有趣。我们这个卫星图谱室近30年来，一共追踪了1533起神秘的 UFO 事件。我们与北拉国那边沟通，他们也总计追踪到近2100多起。你来看。要不您再给解释解释？好的。看这个图，近30年来我们追踪到的 UFO 地点，其中捕捉到了6条飞行轨迹，都指向了非洲西海岸不远的地方。你看这条轨迹，一共4张图，分别拍摄的不同地点，时间前后不超过4小时，分别被我国卫星、北拉军卫星以及萨国卫星拍到，看起来是同一个 UFO。这些 UFO 事件难道跟山海机会有关吗？这个我不做判断。民间拍摄的 UFO 更多，数千起。只不过由于是民间拍摄，真假难辨，所以我们只是做简单的统计。但是我们军方追踪到的就千真万确了。民间的说法太多了，众说纷纭，看到的东西也是千奇百怪，根本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些确实，但是有一点啊，大部分的 UFO 都是圆盘状态，这几乎是唯一统一的点。好像也是。但有一个传说中的 TR-3B 三角形飞碟。那个，对，世界各地都有报道，但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地球上出现的三角形飞行器都出自于北拉国内部的一个代号为极光的反重力飞行计划。就是这个。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外太空三角飞行器曾经出现在辉振案件当中，确有其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加大了对 UFO 的侦测力度。近年来，尤其是这2年，UFO 现象越来越多，一年暴增1000起，感觉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对了，有趣的点是，我们查了一些非洲历史资料，我们找到了一幅壁画，绘制于1511年，在丹麦的一个教堂里面。来，我弄到大屏幕上，就这个。《山海经》都知道吧？刑天的故事在《山海经》里属于海外西经。古希腊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历史之父。学过。希罗多德就记载了这个。怎么说呢？非洲、埃及以南的森林里就有这么一个种族，叫贝米斯人，和刑天很像，也就是壁画中的怪物。后来一直也没有人找到，他们与世隔绝。这些都是老地摊儿，说这些个神书，其实记录的都是历史上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之类的。
地摊归地摊，但有些事情你动用国家资源去细查，就总能查出点东西。比如我们查到，1877年有一个探险家唐西科勒说是见过贝米斯人，在什么地方呢？在非洲西海岸一个叫裘阿里的小岛。有趣的点来了，看，4个 UFO 的消失点就在这个裘阿里岛附近。恰好，这个裘阿里岛很奇怪，上空常年被云层覆盖，几乎从未漏给过卫星。其次，这里有强磁场、强金属反应。我们通过卫星追踪了王芳女士的行动轨迹。看，图1，与王芳描述相同的日期内，一辆小车被追踪前往了城市南部的私人机场。图2，一架白色私人飞机飞往非洲航线。这些均发生在王芳说自己被迷晕之后的时间段内。这些随机事件的组合，加上王芳的口供，都指向了一个地方——非洲裘阿里岛。然后呢？然后行动呗，还愣着干啥？走走走。来，家人们，我是个鸡兄弟很好吃啊！想减肥吗？香蕉。进去看看。要什么？你喜欢这种啊？哎，对，这种好啊，很符合这位姑娘的气质。皮裙，因为反光性强，所以我的眼睛看起来不容易透视。就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北拉国当局受到了山海忌讳的巨大威胁，他们也查获了一个山海忌讳成员，在过去的半年内曾经去过非洲裘阿里岛附近，然后那人服毒自杀了。我们互相交换了信息后，于1小时前，北拉国的无人侦察机已经开赴裘阿里岛，拍摄到了这个影像。看，但是刚拍摄到，无人机就意外坠毁了，所以他们确信那里有问题，希望和我们采取一个联合行动。联合行动？行动目的是什么？找寻地球真相。那要带着季兰西一起吗？你认为呢？我认为，介于他的特殊性，再加上他对山海忌讳的了解，应该带着他。这看着也太短了吧？什么呀？你懂什么？这叫潮流，多好看啊，是吧？什么情况？你们都喜欢这种？反光，他无法透视。文文，兰溪的装甲准备好了吗？哦，就调下体型，收腰，早就弄好了。去带他试穿一下。好嘞。大家准备准备，接下来可能要远赴大西洋，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来吧，动动手指。你这个是不带任何攻击性能力的，只能防御。记住了啊，不要以为自己是个战士，你还不是。而且，就算你长得美，你也共享不了任何信息。哇，腰部很灵活啊！我觉得我无敌啊，我一样可以攻击啊！我说了，绝对不能用于攻击哟，会自动锁死的。太极鼎小队都准备好了吗？集合！快点，磨蹭什么呢？跑2步不会吗？啊，我也要站到队伍里吗？给你配了太极鼎装甲，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安排。好。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穿着裙子就来了，你当这是玩的？我又不是军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开玩笑，换掉。你的任务是保护我，我穿什么样都得保护我。我说了，你得听我的安排才能保护你。登机后给他换掉。我不希望我的队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裙子、高跟鞋。明白。一位伤好点了吗？基本上好了。不要勉强。一点也不勉强。好样的，带他。怎么，队伍裤子都换风格了？报告。这个我一时半会儿跟您解释不清楚。不过，我认为，就算您完全不知道，也不影响本次的行动。哦，就是跟本次行动没有关系是吧？是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那个心理状态。那你们要调整好心理状态。没问题，首长。明天我们要与北拉国大西洋舰队进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说是演习，实际上是可能找到了所谓的刑天，就是一个名叫刑天的非人类目标的地理位置。我们有战胜罗刹1号的经验，所以这次任务我们必须参加。赵炳楼首长是我们华夏方的代表。今天我们将跟赵炳楼首长一起乘坐我身后的这架呼啸5前往北拉国大西洋舰队临时驻地。但是这次任务也可能会比之前更危险。说到这儿呢，兄弟们，虽然我们几乎是萍水相逢，没有一起入伍，没有一起训练，但是经过之前的超越常规的任务，我们都被选拔在一起，组成这个微暗一组太极顶作战小队。我也不明白我自己的特殊性在哪，为什么会要求我来担任这个队长？我相信各位也一样疑惑。但是可以肯定，首先我们都是军中翘楚，其他的无所谓，是任务就执行，是敌人就消灭。我们的命运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我们将注定不平凡。激情何在？咋说呀？对啊，怎么说？热血澎湃。哦，这个好，这个好。热血澎湃！啊！行，再来，激情何在？热血澎湃！好，大家荷枪实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登机！塔台，距离70海里外有一艘疑似渔船。好的，收到。调度卫星侦察。继续火了！我是头一次坐飞机呢，起飞的时候是夕阳西下，现在坐了几个小时了，还是夕阳西下。因为我们向西飞行，相当于飞机正在追赶太阳。每次看到你，你都在研究设计。都不休息的吗？我喜欢未雨绸缪，用最科幻的可能性去构思下一步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我休息多了，就有可能有更多人因此牺牲了，所以不敢停下来。你怎么会这么想？每个人的能力和责任都是有限的，不能都怪你。我倒是没想过人们会怪我，就是喜欢这个，停不下来。哦，有灵感了，再来一个事情。现在看这些云层，就会在想会不会钻出一个外星飞船来。以前我是不相信的，也没有时间相信。那现在呢？现在由不得我信或者不信，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如果真的有刑天，我们会怎么办？我得到的指示是以和平为准，但我不知道北拉国人想些什么。你一直抱着我的头盔，又做了什么？我主持研究的独门技术完工。
牛逼 Plus。什么？1对1封闭式量子通讯。量子通讯已经研究好多年了，很多国家都有了成果。你这你就不懂了。现在大家研究的都是量子密钥通讯，是用来保密的，而且需要构建庞大的卫星系统，需要对外发射电磁信号。看我这个，嘿嘿，独门绝技的量子纠缠1对1通讯，保密就不说了，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完全不对外发射电磁信号，没有距离、空间限制。因为量子纠缠的速度、距离目前根本就是个谜呀。可传递信息的话是不会超过光速的，而你这个显然是传递信息了。怎么说呢？确实，根据相对论，传递信息就意味着速度不会超过光速。但是量子纠缠理论就很玄学啊。根据双缝干涉实验结果，它需要被欺骗。所以我的这个通讯系统原理上并不传递信息，但是我能解算，牛不牛？哎，这飞机上能抽烟吗？不能，不能。